用前眼快4多两下哈，总共有差不多17出来嘅音乐戏剧哈。迄讲哈对到自爱啊哈嘅智雅做在看咧哈，很多家庭的亲子音乐剧哈，就差不多10年前咧都过了西了，以后就冇嘅哈。我夜班哈，就有一只机会啊，看到一只个报纸堂我看到哈，就有一只先生出一只作文的题目哈，佢讲阿弥弥陀啦哈，阿弥弥陀。结果学生写出来讲，阿弥弥陀哈有2种，一种是红色的，一种是橙色的。迄讲佢金币迄点的红色的时间，差不多就给3件点的弥陀。然后一讲迄橙色的时间就给4件点的，因为2下不敢冇煮饭的。所以也作文题目就讲，哎呦，这生意对到阿弥弥陀就唔到啲嘅啦哈，反而咧家庭的感情就非常一般的。但我一只哈，有一只问题哈，就讲我一摆问个生意咧哈，因为学钢琴的生意，伊讲上一摆哈老也去讲法时间，也有人讲嘛该，佢冇法讲啊。这听的班上哈，佢怎讲？我弟咧，加去写生，做个下天嘛，就去我冇乜问题啦，就快咧，因为变到咁样啦。所以我要不做下家庭的音乐戏剧哈，就希望自雅自爱啊，来看表演。看表演时间，因为现在也细年的学法唔会当流水嘛哈，所以表演的时间，我特别希望家长啊，你哋哈，老讲不生意谈，如果唔是点，你要给生意看到马家金色的金地的，你就讲不谈。因为时间，自雅自爱开始。讲法时间有一个艺术的部分，有一个客家戏剧的部分在底部，所以一个客家戏剧当然做唔得就一般的那种太戏的那种东西就冇适合，所以人就开始想我用生活的东西来插做的。也想看啦哈，生活东西当多了，但是该说的东西哈，该说冇好，所以我就想过橡皮乱，因为客家当有意思啊，个关于地方哈，讲。蛋硬的普通话地方能客家话里面乱，其实是故事它的赢嘛哈，所以客家有清闲期哈，骗人大批就大批，客家大批算杂的呀，就得算得出来哈，一只橡皮啦，2只橡皮啦，所以开始就讲橡皮啦故事闲期做的，所以上半场就用卖橡皮，跟住下半场的时间就讲橡皮啦卖出来，嘅下半场用不晒，就想到讲。个朱太阳初3开故事按哪来用？朱太阳头摆初3开是因为日本那个太家乡亲想讲你就给乌顿茶水身体按扎，给罗浮老嘅太公嘅搞龙就拿佢冇法度实际上也得给林沙培元要反省，佢讲朱太阳去吃罗浮，冇就吃搞龙，西太行个红，冇啲地方上去欺负人。下班就变到讲。你下半场的时间给阿提股上半场嘅给阿提股到下半场以后，佢咧市场买橡皮了，买橡皮了是太阳就批得到，就主太阳批唔到，所以佢就当起来，主太阳买个油买个，做嘛要批唔到橡皮了原来坏事咩人，恶人冇功德批唔到橡皮了，所以佢批到批橡皮了，下片人命就输掉按有时间2只故事做一下演的时间提点。头半夜唔知讲主太阳做的为到橡皮佬去出3块，没有，就人家摆新创的酱油，所以咱家长的来讲的时间，我们就旧瓶新酒，旧故事有新风貌，酱油险期，所以表演的时间看到当头牙这个吐的声音了，你停下来讲呀嘛该，时间下摆就成功了。头摆，有个天梯吧，有两个来耶。阿哥按到阿田谷，老太按到阿梯谷。阿哥吐的心球以后，就对老太讲：苏太为本卦，开机为三亚，是到了分家的时候了。
阿弟姑，阿爸头摆有教胎，你还记得冇？哦，我还记得啊。公子留来承阿弟姑，今年18岁嘞，阿爸头摆有教胎，主胎为本款，会计爱三呀，去到了本家嘅时候嘞，亚天梯一杀一班，水牛老黄狗，嘅水牛啊，食得多唔好笑，本阿哥，嘅黄狗呢，食得不多，好笑就本。好啊，呀，真件卡太件，唔好变数，阿哥嘿，天顺嘅变件啊，虽然细件，唔过好变数，就笨。田顺嘅边件。哦，迄主兰顺不用来爬露出嘅件么？系啊，虽然细件，唔过下田做事又权又奉骗。对呀，讲得对。好，去整理整理，老东西搬到边间去。好，好，娘娘好就去。
家，我感觉不公平啊！冇，太高帶太監，老太帶細監，當公平啊！讓愛按太條，牛欄未太啊，二漢四家，有王未死啊！冇。哦，唔係水牛，按太條，我係黃叫，按細條。唔過唔看上天嘅態勢，係差唔多啊！冇，上天講嘅錯喎，啲上天態勢差唔多啊，梗係冇公平。唔過上天兩殺，天天一殺一百，當公平啊！冇。太哥有一條太水牛做的來田，老太有一條黃橋，樣板耕田啊，不公平，不公平啊！冇，後拜，我啲個來田時，方才你咋，你出啲順頭，落閃啲個細寶貝。冇，咁樣就冇公平啦！哈哈，從今本日開始，你咪愛來田咯，當公平啦！哈哈哈哈哈！阿鐵姑同黃叫嘅搖盤，唔過田度嘅條路完全冇辦法來進行。有一日來了一個賣貨商。
凉哦。只有唔做对人的天数。过来，天数来填。偷赏你，当天要用水牛啊，无水牛黑毛，要用狗的来填。本该时候，水牛留本阿哥，挨本岛迄两条网狗，只能用几落来填。哈哈哈哈哈哈哈！呀，网狗诶，是为大宝贝，唔是糖果，狗诶会来填呐！哈哈哈哈哈哈哈！一条网狗诶，但是会来填，挨并不你都省你个钱，全部数本呐！哈哈哈哈哈！怪事年年有，今年100多，按正经本来起码足看到，这才很神奇啦！头上年也钱全部数本。黄油送过饼，黄油送过饼，黄油送过饼，黄油送过饼。嗨，阿提姑，嗨，阿田姑，又來咧，排西哦，來慢嚟。因为这次我演的是心机重的哥哥，那我觉得好像蛮符合我的个性。就是外表啊、情绪啊，我自己觉得我好像比较能够融入这个角色。虽然是女扮男装，但是在情绪上还有在心态上，其实我有点那个叫什么？那个如鱼得水。对，所以就是在演的时候我还蛮开心的。虽然要揣摩一些就是走路的方式或者是男生的调调，可是有时候在心态上我就觉得我好像比较容易进入情境。对，所以在讲某些台词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好像有点把那个感情带进去啦，但我不知道呈现出来的结果怎么样。对，但是看录影或者是从别人那边得到的回馈好像还不错。我是演阿 T 姑，然后就是像刚刚他说的，我就是演比较可爱，然后天真无邪这样子。其实跟我原本的就是原本我自己的个性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天真的人，我很容易怒，所以如果哥哥这样欺负我其实如果在现实角色中的话，我是一定会知道的。可是呢，我就是要在这一出剧里面演出的角色，就是什么都是相信善。我们性本善嘛，什么都是善事。那哥哥对我的好呢，也是对他就是对我真的非常好，也是善良的。那我就是相信世间的所有东西都是善良的。对，那我这次演出那个搭配的伙伴就是那只黄狗。那后来他的剧情就是说被坏心的哥哥用锄头给打戏那就很伤心这样子，很难过。那其实我们本来就知道，狗狗对于人来说就是最忠心、忠心耿耿的啦。那我就跟他搭配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和他也有一起擦出这个火花。那其实观众看也应该也看得出我和他的那个感情的深厚，尤其是我在后面有一段跟他的
就是我们有唱一个咏叹调，那我就就是哭着唱完那一首就是黄狗冤死，就是他被哥哥打死后，那其实这一出其实是蛮重要的啦，就是也要告诉那个我们的观众说，其实这一只狗还有阿提固他们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对，这样子，所以呢，在准备这个角色上呢，其实我就是有稍微揣摩了一下，就是希望让大家呢能够看到，阿提固是真的很善良，那也要让孩子们或者是我们大人们也要相信人性本善，这样。我在这次那个表演的上半场是担演那个蒙 girl 的角色，然后他是属于那个阿提固的那个陪伴，然后在这场表演中那个。大偶装虽然以前有穿过，以前在东郭戏台上演过赛龙的角色，但是那时候只有下半身是那个大偶装，上半身只是一个小小的头套。那这次蒙 girl 他那个整个的头套戴起来，它里面会遇到的困难大概就是它里面的观景窗非常的小，而且只有你在里面特定的角度才能往前看，然后就是它非常的重，而且里面密不透风，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呼吸，所以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在台上要唱歌、要移动，还要跳舞，其实是喘不过气的。所以大概4、5分钟，我就必须要拿帽子起来换气一下。所以那个演出会多写一些那个间奏，我要退到旁边拿下来，然后拿起来。阿田谷谈讲阿弟谷的忘叫未来田，这奇迹远近驰名，还获得了许多的赏金，一时起了贪念。阿弟姑，哦，来嘞，阿哥有嘛个事情？阿哥牵水牛过来咧，还是哦，来慢咧。阿哥啊，应该先牵水牛过来填正题。我有忘叫和天数来填啊！哎哟，也忘叫日头又旱头，也天色样板做得算，还是水牛靠日头好工作。来，也水牛本，忘叫阿哥先突转去做盘，等天来好以后。当个老水牛牵转来办阿哥。好啊。来，忘叫。唔是笑啦，过2日啊，等天来好咧，我就来吞唔转播卡。好，阿弟姑，阿哥先来走咧。阿哥，你做乜嘅？哦，冇做乜嘅啊？哦，对咧，一田条唔记得本呐，种牛来田，当好用哦。哦，感谢大哥。阿田谷呆转的忘叫的，大
大的宣传，王叫来填哦，王天鹅来填哦，希望能够获得赏金。这时候，一群采茶姑娘经过。大家来看哦，大家来看哦，一家嘅王叫只会晒宝贝，挨我卡嘅王叫会来填，神气神气，清神气。坏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王叫我来填，这个很神奇哦。听上人，假使嘅王叫係我来填，我也就見邊搭茶餐的錢全部收本。来哦，王叫来填了！来哦，王叫来填了！聽上人，王叫咪來填啊？你睇嚟騙我的錢哦！来哦，王叫来填了！来呀，王叫来填了！原來係騙人的咩？呀，呀只有輸叫啊！呀只高毛叫，呀唔叫佢來填。原來係騙人的啦！冇打咧，叫我本來就唔會來填的呀。哎呦，騙人的，哎你這騙人的太假冇走啦，太假冇走啦，要王叫真件會來填啦。呀只王叫色彩
也有书叫，也狗毛叫，瞎眼面皮，大本事。阿哥，阿哥，我来玩水牛，阿哥，阿哥。来嘞，来嘞，来嘞。啊，感謝太哥，那水牛啊，總有呢條，天都來好咧。水牛玩嘅黃叫咧，你嘅片。嗷嗷嗷嗷，嗷嗷，黃叫用辦咧？哦，本旁鬼啥咬到咧，就是诶。我等一下給哦。冇。哦，你叫條蛋糕，有冇有迄只？阿哥味道叫黃叫，用腳條，老早一隻，打死咧，鼓手有迄只。唔係旁鬼啥咩？有冇變到在只？係啦，係旁鬼啥？我最高嘅啊！炎热的夏天午后，阿蒂古在树荫下睡午觉，梦见了老朋友。阿鐵哥來咧！根本嘅寒夜咯，拄好來到了樹蔭下了了。記得啊，去年還蠻有兩條樹誒，一定係唔盼的阿鐵哥變成了大樹，愛將有了樹蔭可以了了。
寒凉哦，寒凉哦。
变落去帮忙啊？董后生哎，我们欣赏了雄梯本家以后呢，要谢谢采茶娘。编舞魏淑莲，卖货商钟获兴，二位徐洪庆、谢海雄，阿田固刘君伟，王调委黄俊腾。阿提古吴若云，黄桥送过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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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场演的那个就是卖熊屁乱跟阿提固啊，基本上他就是上半场的那个阿提固，在面临那个网丢去世之后，吃到了那个鲜果，发现自己可以放熊屁乱，于是那我来摆摊卖一下熊屁乱，于是大概过了可能5、6年、10几年，就出现了下半场那个阿提固的样子。那当然有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阿提固长得不太一样了？那可能是因为主人养的宠物，主人会长得越来越像宠物，所以当然，上半场的宠物，下半场的阿提固，同一个人很有道理啊。然后阿提固它的重点就是它里面的那个香屁舞，它那个香屁舞其实是从上半场狗的那个动作来那个延伸的，它里面有狗的爪子的动作，还有抓痒的动作，最后放出了香屁的动作。它那个出来的动作其实是等于是献给自己去世的那个网 girl 用的。
可是有样有价啊！呀哈，太有太！头三扎橡皮卵，唔是钱呐！大家有你去吃看啊么？挨来吃看啊咧！唉，扯把你份人家，你批了还就香的哟！挨准批哈！嗷嗷嗷嗷嗷，忘掉要何必？嗷嗷嗷嗷嗷嗷，忘掉要何必？嗷嗷忘掉送何必？嗷嗷忘掉送何必？嗷嗷忘掉送橡皮，忘掉送橡皮。哦，橡皮打不出，
粗皮大不香，香皮还是又香又香。哎，哎呦，哦。哦，出到嚟，出到嚟，漂亮強嘅啊！冇人冇隻，混漂亮，超猛咧！老潘，老潘，你用板了呀？啊，这皮卵很香哦，真的很香哦。啊，真嘅啊！漂亮係有香嘅啊！老潘。個皮卵灼到頭嚟灼快啲咧！哦，這皮卵很香哦，真嘅很香哦。誒，這頭三隻香皮卵唔是像我嗰隻啦。好，我要準備下。嗷嗷嗷嗷嗷嗷，黃橋要波比。嗷嗷嗷嗷嗷嗷，黃橋要波比。嗷嗷黃橋送波比，嗷嗷黃橋送波比，嗷嗷黃橋送香皮，黃橋送香皮。香皮打不出，粗皮打不香，香皮那是又香又香。哎哎哎哎！照講咩？漂亮係要香嘅啊！冇人冇隻，要本出皮超猛咧！老潘，老潘，你用板啦？真係香啊！真嘅係香啊！啊，真嘅啊！哎，俺冇骗你啊！哎，還有一隻唔是錢嘅香皮卵，要買你個紙款啦喎！喂，乜嘅東西按好買啊？做太呀，他家就跳香皮卵。竟然唔識，皮卵係要香嘅，冇人冇隻。真嘅啦，冇一蚊三百咩？真嘅，這皮皮卵係香哦，真嘅係香哦。哦。哦，皮卵係要香嘅。喂，咪人咧，你先來嘅哈？係啊，用幾多規矩啊？請問有乜嘅規矩啊？有市場，本太也講呢，我啲啦為擺攤，我有理，三隻太理嘅明日收理3-4件，嘅而係買落呢啊哈，啦，3件鹹落，4件幾啦？哦，你又來欺負你哦！俺是俺唔啲規矩啊！唔過點樣嘢亂，都買睇咧。天公呢張不本人。嘅你唔係買香還有香皮卵咩？嚟，幫我來一隻。他是呀皮卵係香嘅，本太呀就準意啲啦為擺攤。他是呀皮卵係粗嘅，本太呀都打到你，冇嘅頭好師傅，冇師傅好打皮。啊，還有啊，你倆都做生意嘅哈。他是了皮卵係粗嘅啊，我就見了你等下講定來騙我，我見你咧，我打你咧，我見你彈，我戳你彈，大家唔是做生意。好，我係準備下。黃橋要波比，黃橋要波比，黃橋送波比，黃橋送波比，
嗷嗷望叫双响屁，望叫双响屁。响屁打不出，粗屁打不响，响屁那是又响又响。呀，皮伦，太香了，香，真的很香哦。很优秀，很优秀。呀，皮伦喊出香香本嘅曲式。冇错，冇错。阿弟夫，那个打屁啊！阿弟夫，那个打屁。那个打屁啊！响屁打不出，粗屁打不响，响屁那是又响又响啊！呀。嗷望叫送过边，嗷望叫送过边，嗷望叫送过边，望叫送过边。我哋掠出去吼，就做了初三派一个主太阳，掠出去同个往年来比起来，哈，就讲了班呢，因为要做头半场，都做这个做牛的，中间了下半场做了周大爷，到每方咧行到去收复个高粱，个一路吼变300庄吼，了就从个当年的比起来。了就嗰啲後台呢個準備嘅工作哈，就變到個就下差啲嘅哈。那個呢了啲喺地背度，當到了同我有相關嘅個工作，工作做咗以後呢，就隨住唱歌哈。所以兩位來講哈，對於我禮拜來參加了出去來講，係較較新嘅個挑戰哈。師從嘅孫明賢站在周大爺旁，周大爺慢慢地坐起來，在盤坐地上生悶氣。批論係要響嘅，咁用乜嘢都批唔出。啊，我做得呀，愛乜嘅，有乜嘅。哎呦，你冇講別，冇講別。哎，做咩事啊？你老係偏偏你啊？岩牆卜卦，杜林抽法，真係好來唔是跳，真係快來唔是食，一年遠平平，一路都唔好老愛行，3年4年都搶命，大叫都唔係來出門，5年6年路彎彎，人都濕過就怕行。7年鬼門開，8年鬼門關，一路就唔好同愛行。6年10年吃一隻雞，不講下吃一下嘅福，都有下樣。11年12年好好大病，穿了2點錢。
都好过年。我来同算一下。哎，算好嘞。杨白杨白，哎呀，cái cũng得唔啦，個人都聽唔到嘅橡皮咯啦。哦，我知咧，我去請神仙伯同佢加持。好，我哋下出去請神仙伯。哎，等一下啦，主太呀！哎呦，等一下啦，呢個積功德，咁要按簡單。周大爷上山寻求神仙加持，可是有鸟爱去甲偶啊！总算看到了山档了。哎，你一定是神仙伯哦？后生爷，我还是迄个老阿伯，唔係神仙伯啊！來到呀山檔我有嘛嘅事情啊？唉，一言難盡。范先講得對，人生不可此時此地，我多做到利他事情，積到功德也係對呀。唉，神仙伯，你好，送本你電路啊，像神仙伯，你同我加持，加添咗功德幫我。哦，唔知你等一下，我去學下嘢。哎，这神仙棒呢？啊，冇想到哈，厲害神仙，按實力，一天哦，會向我來登陸冇獎啊！好，我下巴再來。总算又看到了山塘了。哎，
神仙爸，啊，我又来咯！后生爷，我是迄个老阿伯，唔系神仙爸。唔知个来到山上个有嘛个事情啦？哎呦，一言难尽啦！人生不可此时此地啊！我多做到利他的事情啊，我觉得我功德也是对的啊。不过只为了这相片咯，咁有必要按计较啊！哎呦，福人一炷香，人人一口气。哦，这个太给好，大家就对我有礼有貌。仲无记到嗰位橡皮咯，我用把人批出个趣味咯。哦，实在动我面子啊！来，神仙爸，来，俩，听我送本也登路了啊，两腿不腿啊，请神仙爸，哎，你同我加添到功德帮来。哦，唔得必等下，我去学下鸟。哎，神仙爸又唔简单咧啊！你下神仙爸真经懂事理，一天个想埋条电路我拉好，好，下拜再来。总算给到了山堂。神仙爸，我又来看嘢啦。后生爷，你第三摆了都山上个，有嘛个事情啦？哎呦，一言难尽啦。王叫要过边，王叫要过边，王叫送过边，王叫送过边，王叫送向边，王叫送向边。哦，我知咧，不过只为了橡皮了，更有必要按计较啊！哎呦，福人一炷香，人人一口气，这太嘅好，大家都对我阿弥奉神，有礼有貌啊！仲冇记到讲嘅橡皮咯，哦，我批起来去出嘅，哦，实在动我面子啊！来，神仙爸，哎呀，来，啊，我送本神仙爸，你登路哈，三太不退，
来，先生吧，请你同来加持，同来加添就功德啦。唔看，天拜来系舞台，天拜来又系舞台啊，天三拜来还系舞台啊。你标下舞台，长多的自由自在啊！哎呦，福正嘅主向啦，认真一口气，好俩口气哦，我忍唔落啦！先生吧，来，请你听下同来加持加添做功德本来，拜托啦！哦，唔对哈，我是学下鸟。先生吧，等一下哈，你神童来加持，等于学鸟好唔好啦？有啥嘢？我有鸟唔做听我学冇？本来啦，有鸟去家去学啊。呀，是对啊，这有过错呢？去家改过，这功德呢？去家行山积德。呀，是对啊，哈哈哈哈！这先爸啊，我用把你行山积德呢？有啥嘢？我看身强力壮，武断查锤，可以为民除害啊！为民除害啊！错，你现上来，山中有猛虎，水中有高粱。为民除害，山中猛虎，水中高粱，爱朱太爷来嘞！天啦山啦爱天，连啦连菩萨，天呀地呀西呀地呀咿呀的风景，冲啊过啊会冲给吃啊吃过，谁呀讲送谁讲啊送不用，送谁送啊嘿呀罗哩嘿，嘿呀罗哩嘿，嘿呀罗哩嘿哟，冲啊吃过。
嗷黄叫松波比，嗷黄叫松波比，嗷黄叫松叫比，黄叫松叫比。喺台灣嘅文化算起來係一隻拍作，係個語文拍作，係一般講嘅拼圖啦嘅少一隻就冇米全，所以客家呢下人像呢下嘅你河洛話部分啊也係講嘅國語部分當然做咩，客家呢部分係欠米去做，所以也係拼圖嘅時間也得都咧比較冇精彩。所以命這一條，冇幾多年，所以你全都要做嘅時間，我寫一隻構圖，所以我寫一隻，希望一隻拼圖拍做得留喺佢台灣嘅一隻時代嘅文化，留佢發光發熱，英文講嘅不然一笪，這樣生命才有飽滿，才有飽足。哦，大家過來看。一南山的老虎啊，伴主太也舒服咧。哦，呀，主太呀，都三度紅，同個老虎樣大的一樣，很厲害，很本人皮膚了不起了不起呢，了不起了不起呀！哎，呀老虎按太條，主太呀。用蠻舒服嘅啊！對呀，老虎按太陽，主太陽用蠻舒服啊！來，本來創本一道糖啊嘞！南山老虎惡曬曬，太陽用笨來舒服。南山老虎惡曬曬，太陽用笨來舒服。一那看到老虎，三尺不寸之寸八。南山老虎惡曬曬，太陽用笨來舒服。南山老虎惡曬曬，太陽用笨來舒服。一呀看到老虎背，三風不寸之寸幾。南山老虎惡曬曬，太陽用笨來舒服。南山老虎惡曬曬，太陽用笨來舒服。三啊看到老虎肚，肚囊不寸之寸骨。南山老虎惡曬曬，太陽用笨來舒服。南山老虎惡曬曬，太陽用笨來舒服。四呀屬牛老虎米，威風不寸之寸皮。四呀屬牛老虎米，威風不寸之寸皮。唉，從這邊開始啊，他個春南山就安全嚟啦，唔是嗰隻老虎嚟啦。係啊，唔是嗰隻老虎咧。不過，佢太公杜康嘅交流，很當地見講啊。大家唔是講，看我主太也厲害，我去修復這條高粱，為地方採除一害啊！
太隆重的高粱，见树不见米，见米就不见树，谈得一讲啊！哦，呀，主太呀，菜站高月已到第3月了，来，把那鼓打起来，老太呀出车了。大家看，江水涨起来，呀，江水减轻嘞，哦，呀，江水点起嘞，呀，高粱啊，都在变把扑上来了。高粱变肚带嘞，高粱变肚带嘞。大家有看到主太阳冇？冇看到，哎，他可有看到冇？冇看到。哎呀，大家这个老主太阳来转来啊！嘿哟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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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哟嘿。啊！啊！大家叫个请主角，叫主太阳。哎呦，什么？叫个叫主太阳。按定讲哦。市场中锣鼓喧天，大家庆祝着好日子到了。
橡皮烂，莫想莫偏爱橡皮烂，莫想莫偏爱，哈哈，橡皮烂，橡皮烂。总比今日一开始，他家出南山，就唔是这个样嘅老虎啊，会死人。係啊，從今日開始啊，他個高太講啊，就唔是講高粱作怪嘅啦。係啊，哎，我哋按多年冇看到主太啊轉來，可能老高粱同歸於盡啦。哎，從今日開始，大家都在平平安安嘅做生意。唔過咱們主太陽欺負咧，哎，大家用一頭好師傅咧，大家用一頭好師傅嘅，啊，阿天姑啊，要什麼好大批嘢啦？係啊，按用大家當有橡皮啦，可以買嘛？哈哈，係啊，邊個好買啊？唔過啊，大家唔是歡喜到踢咗。冇聽錯啊！嗰件嘢嚟啊，主太陽冇事會多咗嚟哦。嗯，按當然就高興嘅，都冇事，有半條命嘅啦。誒，各位上次，一散開啊已經出體嚟啦，紅衣就多嘅啦。為了慶祝散開儀式，紅衣就多咧，今日嘅橡皮爛買一紮。送一張，大家唔是緊張，我準備一下啦。我叫月波比，我叫月波比，我叫宋波比，我叫宋波比，我叫宋波比。我要上橡皮，橡皮打不出，左皮打不响，橡皮烂是又响又响。哎呀，提着橡皮烂，慢点呀！哦，等一下，有咗橡皮爛啦，應該留本嘅主太陽。我咁樣嚟講啊，主太陽一聽說他卡主太嘅南山嘅門戶同佢太講嘅高粱，也沒有道理啊！就像成咗半仙雞片，等一下還有咋送嘅呀？橡皮打不出，左皮打不響，橡皮還是又響又響。喂，好，接下來。第三扎橡皮爛，慢點啊！大家唔使緊張，我準備一下啦。我叫月波比，我叫月波比，我叫宋波比，我叫宋波比，我叫宋波比。我要上橡皮。很優秀，很優秀，優秀秀，優秀胖，最高的是我要上橡皮。我们欣赏了卖香品除山害后，我们要谢谢市场众人。猛虎蛟龙黄玉腾，
春苗县罗玉萍，孙贤榜龚建文，阿三榜梅赖明霞，阿三榜谢海雄，阿提古黄俊腾，周大爷徐红庆，灯光音响舞台监督黄桂春老师，团务总监吴婉妍老师，远道来的台北交响乐团，远道来的台北16合唱团。我们最后要邀请到我们在苗栗这块土地，从90年来一直到现在32年，在苗栗这块土地上制作过无数场的一个音乐剧的艺术总监黄桂智老师。OK， 好，感谢大家哈。我们在这样子的表演哈，就是以前呢，在黄老师在念高中的时候，每天就来讲哈，台湾文化沙漠，那最沙漠的地方是苗栗哈。然后呢，我们现在这是不服气，所以我们把在地的团体我们就做出来了。然后我们在台北市演出的时候，台北市人都傻掉，他说在台北都找不到一个民间的乡土的小的剧团，那只有我们苗栗，他说怎么可能呢？那现在我们整个苗栗呢，大部分的乡亲呢，现在是自己住在不是沙漠的绿洲里面，自己觉得是沙漠。我们这有最好的表演的时候，像这个表演应该是要满场的，而且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好的启发。可是因为我们常常就为了天边的彩霞，就忘了身边的玫瑰花朵。现在这个黄老师身上到处都是伤哈，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哈，将来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对自己的表演，现在要有信心了。现在不是在看那个国外来的舶来品的时候，要看看自己的，我们最了解自己，我们自己心里面开出来的花朵。好，来，接着我们现在邀请到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跟着我们一起来跳香屁舞。我们台上跟着跳哈，我们就动动筋骨啊，来准备哈，大家跟着台上演员一起唱，来，1、2、3 ，Go！跟着动啊！手举高一点，跟着我动啊！我们跳了我们唱了一个香屁舞之后呢，我想意犹未尽吧，对不对？我们继续来呢，迎神亲神七。好，我们希望今天哈晚安，我们回去的时候，你心里快乐，放个屁都是香的。我们最后再来一次，迎神亲神七，人生最有趣，来，把手举高一点哦，一起来跳哦。2、3 ，Go！好。